開頭大家都會，我仲想講大家會養下，揾啱佢哋先進攻啦。咁但係佢哋一嚟，我諗大家都好熟啦，因為始終 spar 過好多次，咁所以都唔使試探太耐，你覺得啱位就可以打咯。目標清晰，即係咧，其實打拳咧同我哋人生一樣咧，都係即係揾到目標就即刻去啦，唔好停喺度啦，係嘛？唔使等好耐咯，因為大家都好熟，你知邊個位一出就中咯。係咁，所以大家啲 jab 同 strike 都會打得中。Jab 同 strike 係咩意思啊？左手直拳同右手直拳啊。哦，左手直拳，其實左手定右手會容易啲嘅出拳？左手會容易啲，因為你擺喺前面啊嘛，因為兩個都係右腰嚟嘅，你見到哦係好靚 ，was nice jab， 1 2褪翻後。Raymond，你一次過試過可以出拳幾多下，係即刻攞到幾分咁樣㗎？1 2 3 4 5 6 7 8 9 10咁樣啦。啊，即係10下㗎，打10下佢都唔左右咯。如果對方唔喐嘅話，咁但係大家都唔係沙包嚟㗎嘛，會褪會喐會走。其實咧，好似佢哋都好年輕咁樣啦，打幾多年咧先至可以真係走上專業嘅擂台嗰度同其他人作戰㗎？一般要幾多年經驗㗎？其實又唔會分年嘅，但係你要練得好密，即係起碼1個禮拜你要練3、4日，咁應該最快就可以半年就應該上到擂台。繼續試探啦，其實喺呢啲距離，大家踏一步就會打得中咯。係 nice Rose， go Sunny，full some punching， 啱位㗎啦，去。其實真係手腳咧係並重㗎喎，即係就算出拳幾咁大力咧，隻腳都要喐咧先至可以達到你嘅目標嘅。哦，第一彎完。又到1分鐘嘅休息時間啦。係啦，大家都會覺得拳擊淨係用拳啦，咁但係其實你好需要隻腳去踏入去適合嘅進攻距離咯。即係其實你原地出拳係你唔會打得中人㗎嘛，你每一次打得中人你都係一定要用你隻腳踏入去咯。咁所以就係有冇睇過 Quit 啊 ？Quit 就係話 one punch one step 啊嘛，史泰龍話。同埋咧，有冇啲咩備戰嘅策略㗎？好似即係要參加一啲專業水準嘅比賽。最重要係有 sparring 咯，因為好難，即係就算喺 pad work，即係頭先你見到我打嗰啲，你幾靚都好，你都需要即係類似咁樣戴頭盔、戴16安士拳套嘅練習賽或者對打訓練去等你自己 ready 好。哇，好快咧！佢哋1分鐘嘅休息時間咧就差唔多過咗啦。咁而家正式咧就進入第2 round 噶咯喎。大家都係試探啦，但係2分鐘㗎咋，兩位。Raymond 好似係 nice right hand。你咁樣咧，你右直打得中啦 ，Sunny go。Nice jab, Rose。控制得個距離幾好啊 ，Rose 你見到又佢而家打中呢啲叫做出緊咩拳啊？其實前手都係 jab 咯，都係佢即係前手直拳。前手直拳，佢哋兩個嘅即係方式係咪都差唔多啊？都類似嘅，但係 Rose 個 jab 命中得明顯少少。啊 ，nice 1 2，係你見到都係左右直拳。因為大家都手長長，其實1 2即係直拳會容易啲發揮到。哦 ，nice 右 hook， 係 Sunny打一個好靚嘅右 hook。頭先佢喺側邊打手臂咧，嗰個係咪就係叫做勾拳啊？喺外面畫過去就係 hook 啦，就係勾拳啦，係。啊，nice two， 係。咧戴住拳套咧打個面係咪真係好痛㗎？因為你想唔想感受下？個拳套係軟熟㗎嘛，係嘛？但係你都會感受到對方發力咯，咁所以都唔會唔痛咯。係 nice 1 2，掌握個距離幾好，Sunny要諗辦法拉近少少入去打。有時咧睇啲奧運啊，或者係其他世界賽啊，咁佢哋咧都會打到對方係流鼻血啊、流牙血啊，甚至係腫咗啊。咁其實係咪即係攞分又唔一定要去到咁樣嘅程度啊？都唔係㗎，其實喺奧運就有機會係打得中就 OK 咯。但係如果係職業嘅話，就係你都係需要 damage，即係你有傷害性先會計。即係如果你打得太輕打落去，其實你唔會贏到場比賽。
哦，nice！第二彎大家都搏得，大家都進取咗。咁你覺得第3 round 咧即將會開始啦？對而家我哋兩位選手咧，目前嘅狀態有啲乜嘢嘅即係感受咧？覺得佢哋你點睇啊？你自己買邊係即係容易啲會得分嘅啫？可唔可以分享一下？我覺得 Rose 打得好少少，個距離攞得好好啦，前手嘅控制都好好。咁我諗 Sunny 第3彎要諗辦法再喐多少少個頭啦，諗辦法拉近距離，同埋右哭咯，用多少少喺外面嘅嘢咯。因為直線好容易俾 Rose 篤住嘅，即係諗辦法離開直線喺外面打佢。不過見大家都唔係好攰，大家體能幾好。體能係相當之重要啊！就係見到佢哋平時嘅訓練有數啦。第3 round 開始，最後啦，兩位，係 nice jab， 1-1-2，係Sunny打翻個右哭翻出嚟 ，more pressure， 俾多少少壓力。點樣為之俾多少少壓力啊？向前逼向對方，或者你出拳咯。即係盡量就係令到對方行去啲 corner 嗰度。盡量逼對方埋條繩度咯。nice， 又哭咗哭。Rose 個距離攞得好好喺中間，而家Sunny逼翻入去。面對咧，即係可能對方嘅嗰啲拳數啊，或者係可能佢本身隻手長過自己啊，咁點樣咧？點樣可以做一個比較好嘅反擊啊？諗辦法喺外面咯，即係你可能喐個頭 slip 向左邊或者右邊，左哭或者右哭咯，即係諗辦法搭過去另一邊。係 nice 1-2，nice 1-2 Sunny。係 nice 2，係good。45秒啦，兩位。nice 2， 避得好靚啊 ，Rose。頭 ，go。3秒。而家Sunny就要多少少，即係右勾拳、左勾拳咁樣就喺外邊會比較多。係 nice。都要喺外面去咯，因為中間好難，好容易俾Rose 篤得走。10秒啦，兩位去。係 good。好厲害啊 ！Nice。因為到最後其實大家都係搏嘅啫，係 nice。係 good。第3回合咧話咁快已經順利完成啦，咁我哋Sunny同阿Rose。